36岁艺人张彦明爆出有前女友纠纷，还是个恐怖情人，闹上新闻版面。公众人物到底该如何处理感情事件？好友程宇乔认为要先找家人一起出面解决。师兄温升豪也说，都是成年人了，应该要理性处理问题。艺人张彦明，我大部分演的都是公子哥啊，就是给人家比较正面形象。其实我今年蛮想要挑战宅男或是反派，有着帅气外形。艺人张彦明已经36岁，却依旧保有大阳光男孩气质，有着182公分的高挑身材。大学从模特儿起家，后来转战戏剧。电视剧《廉政英雄》，你可不可以答应我，以后不要这样冲锋陷阵，抢第一？我真的会很担心。哎，你怎么又提这件事情啊？张彦明和夏如之2014年因为合作《廉政英雄》擦出爱火，两人假戏真做在一起。公开恋情后，两人爱得高调，频频 PO 出甜蜜放闪文，没想到2年后就结束恋情。之后张彦明也被捕捉带新妹到夜店狂欢。艺人张彦明，我不管是对爱情、自己喜欢的事情，然后自己的工作，都是比较执着的。谈到感情观，张彦明小心翼翼。同门程宇乔对于张彦明遇到恐怖情人，也说其实应该要先远离。艺人程宇乔，我应该会试着跟他沟通，应该会远离他，跟家人说，因为我觉得遇到恐怖情人不能自己去解决，因为你不知道他下一秒会做什么事情。艺人温升豪，恐怖情人那还好啦，大家都成年人了，应该都可以找到一个比较合适解决的办法，毕竟是公众艺人，在交朋友上面顾虑比较多。这次张彦明说遇到恐怖情人，师兄温升豪也说，真的要睁大眼睛找寻合适对象，也应该要理性处理问题，闹上台面对两方都很伤。